在節期的最後一天，耶穌大聲呼喊，邀請一切渴望的靈魂來到他面前。當我們面對生活的困難與挑戰，這個邀請依然適用，讓我們的心靈在他的活水中得到滋潤與滿足。住棚節讓我們不但回顧歷史，更是提醒我們在生活中要常懷感恩之心。這一天所表達的，不單是對物質的感謝，而是對精神層面的深厚感恩。耶穌所提到的活水是他所賜的最珍貴的禮物，這活水不僅讓我們的靈魂重獲新生，更讓我們與主的連結深入。在這泉源裏，我們得着永恆的生命，踏上追求信仰的旅程。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份渴望，那就是對永生的探求。耶穌教導我們，真正的生命之道是在他的懷抱中尋找，只有通過他，我們才能找到靈魂的真正歸屬與安息。活水在我們的生命中不應止於接受，更應流動起來，影響我們的行為和選擇。當活水湧流，我們生命的每一個面向都會受到改變，成為更多人的祝福。